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台湾嘅人口同土地生产面积同美国、中国甚至日本、韩国比起来，如无算乜嘅农业大国。农委会按算台湾农作嘅生产面积，青菜水果差唔多徛喺一半。即假设如果唔拉嘅，存冇一道好愛收嘅。今日人頂上講，台灣係寶島，農民歸為種族，係表現喺哪一部分呢？宋長也15月第一屆台灣國際蔬果展喺高雄展覽館來舉辦，也從台灣精緻農業營養當中生態嘅活動，除了點出台灣各種奇奇嘅青菜水果，韓國濕地地嘅花，國外嘅農企業韓國看到嘅，國內嘅科技大廠，亦能睇農業行嘅技術，對新型嘅自動化作為工廠，到熟食養養、全環境控制、無農藥栽培。甚至係無人飛機也到，也係台灣農業能擺新南向發展規劃嘅條件。行業農場溫室同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地度，南台灣天時看嘢，唔過投入溫室地度，三冇一種感覺。所以在南部最難種的地方，我們在做研究，這科學園區裡面的。那我們就以難度最高的，我們來試種，所以看起來跟一般農場不一樣。它是水平的，等於說它的水的灌溉的時候是從底下這個粗的管子在流動，所以它是反地心引力來灌溉。這跟傳統的從頭到尾邊跑邊滲水方式完全的不同。因為這個設計，所以第一個它能夠不阻塞，所有的雜質都沉澱在這個主要的管線裡面。第二個，它的滲透的時候呢是全區同時滲透。這是所有的地下灌溉系統都沒有做到的部分。一般的農場也農作方式係對當個飲水。台灣頭擺後以色列發展滴灌內桶，打泵簡單的泵浦，輸送管線同出水口，每對當個向下滴灌。所講的方式農法無窮樣係，佢對替代下香港上灌溉，故所替代下濕濕，替代表層沙糟糟，減少一道偏重海。今天我們感覺有點這濕濕的。平常我們那個地底下有水，上面沒有水，然後這裡空間都是乾的，乾的話對蟲的繁殖力不好。所以繁殖力蟲很怕乾燥，像沙漠那個地方沒幾項蟲啦。按我們上面的空氣就像沙漠，下面的像雨林。我們基本上這一塊從我們蓋好到現在幾乎沒有地上給水了，它就是光靠我們地下系統讓它灌溉，所以看得出來而且我們給水的水量很少。表面上幾乎都只有一點點濕而已，而且它的濕都是從地下面上來的，不是從上面下去，所以我們土表的土都不會被地上的給水讓它越來越扎實，所以我們植物會長得很好。然後地面上因為水沒有很多，所以它雜草不太會長。生態資源插草動手，做生嘅除草時間，咩唔使用除草劑。來參觀農場一群人係對香港、中國大陸同馬來西亞一道蔬菜來嘅，到參觀過程當認真同記錄。讓所有的農作物在一個很好的環境，不需要農藥，不要化肥，都能夠種植非常原生態的一種產品。所以這是我今天來了，也帶了很多大陸的朋友，因為他都很希望是學習這個農法，所以我是很希望說中國大陸有一天能夠遍地都是我們的大棚。因為我們在東莞呢，也搞一個那個大棚，想種植這個生菜菜，所以這一次呢，我們就是組織一個團隊來到屏東這裡參觀，學習他們的技術，回去就是把我們那個農場做得更好，讓我們東莞的人都能吃上這個生菜。一條對跨海來參加第一屆台灣國際蔬果展嘅企業人客，其中李志堅拿到台灣放生農法嘅代理權，hand到大量農地資源，因為台灣精緻農業有特別嘅技術，同國際有競爭力。競爭力邊，我想說農產品其實就是現在就是要求是又安全、又營養、又健康。那我們這個在大陸，我在做個測試是在污染的土壤上面有重金屬、有農餘，它都能夠種出不含農藥、不含重金屬的。這個在質方面是超越，我敢說可能已經超越歐盟的標準。秀色可餐新鮮
届台湾国际蔬果展，前日包含农委会同全国各县市政府在内，又对13国来嘅183間參加展覽廠商，也每頭一擺完整表現出台灣精緻農業嘅體驗會展。車展年6月年，頭擺接送期盼國內外商業展覽，和批定台灣農企業廠商出國。因認為台灣有帶頭嘅農業技術，成為一隻農業專門嘅會展。韓國、台灣唔是同美國、中國一等農業大國協並善量，做好精緻農業係未來唯一嘅出路。所以全世界這些農業的大國紛紛都想把它的農產品，不管是機改的、非機改的，通通都往中國大陸市場裡面去倒，好，然後能供應它各個上中下游不同人民的需求。好，那麼中國大陸市場跟台灣市場當然不一樣。好，那麼台灣的市場呢，我們有的是技術端。好，那我們怎麼樣呢？我們怎麼樣利用我們的技術呢，來造成土地友善？一整年的話，大概超過250萬公噸以上的水果是產出的。哦，那這麼高的一個水果產量，它的產值，每年都超過900億的這樣的一個程度。那這樣的一個量的話呢，除了供應我們自己以外呢，我們是希望它有多餘的，哦，或者是說有經濟產值高的，我們希望它能夠供應到國外的一個市場。新政府當初期推動新南向政策，農委會認為這項重點係牽頭者用嘅，韓國到親密節結合 ICT 科技產業農業技術賣出去，也每一擺東南亞幾百個企業人客來看的重點。因為東南亞這邊的話呢，非常需要我們的技術，哦，包括農機，包括種苗，這個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那我本人是負責農委會的新南向政策的一個執行，所以可以說我們已經把我們自己的廠商，我們自己的優勢在哪裡，完全在盤點。因為台灣本身呢，總值來講一年差唔多60萬樣鱸啦，我哋而家每年外銷嘅量差唔多350萬樣。350萬頭嘅話，唔冇外銷對台灣嘅面積來講，我哋冇辦法中按到北向高。嗰時候唔係向南去發展嘅話，對我哋國家來講係一個好嘅機會啊。農試所鳳山分所研究一定站嘅項目，做熱帶果子，尤其係桃溪所樣嘅，當年外銷量大概台灣本地嘅6倍，係樣嘅嘅台灣之光。對全世界來講，我哋呢品種唔可以上市，唔可以做國獎。一點對人來講，一定呢品種都睇唔到我哋。第二點嘅話，我哋呢栽培技術改好，我哋而家北向高種到1年，以前都係種3年5年，品質好。技術又好，產量又好，又好種。變嚟講，而家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全部攏同我哋上海同我哋買樣啊，中國大陸嘛強樣。東南亞向當初間發展國家精緻果子，同台灣有某種長途競爭同合作關係。像越南係全世界青態火龍果出口國，農委會一直到去年10月咧，漲準頭一批賣落來。不過越南果子一樣嘅，稍有一道項目係對台灣進口過去，現成嘅台灣發揚同越南中賣到全世界特殊關係。Is our first official shipment of dragon fruit to Taiwan. So this show, vegetable and fruit show in Kaohsiung now, is our good chance to introduce dragon fruit from Vietnam to Taiwan again. Yes, and we hope that we can export, a specific volume of dragon fruit from Vietnam to Taiwan in your gap period. 那么在百香果这个水果种类上面呢，他们其实是跟台湾大量的进口这个种子，百香果的种子跟百香果的种苗，好，然后他们在地来栽种，所以我们跟越南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好，并不是我们只是开启了我们的大门，让他把火龙果进到台湾来销售，而是说我們從台灣呢有輸出很多的種子跟種苗到越南這邊去栽植，還有西瓜種子。除咗樣嘅台灣農業發展一定站嘅項目，其實結合資訊科技產業農業技術，台灣頭擺到電子同自動化產業有一好基礎。一幾年來 ICT 產業發展遇到問題，都將來尋出路，用科技來添數農業。以後我們有高端的這些農業的設施跟農業的技術，比如說我們的這個greenhouse，我們這些農機，我們的農業五金。
好，然后还有现在的嫁接到我们的 IT 跟 ICT 的这样子农业4.0的，像我们的无人机，好，我们的这个 CCTV 的缩时摄影，好，观察农作物的这个生长。它这边可以去设定一个拍摄间隔，比如说我要几秒，这边都可以手动设定。那设定完之后呢，我按 OK， 点下去，这个时候相机已经开始在进行自动拍照的过程。传统的产销履历係平面式嘅說明，塑形影像係將生產履歷影像化，按塑形影片記錄規則產銷過程，按用農作物加油加車。一間大廠係台灣本地嘅廠商，去年增進台灣推廣，同歐洲做出將塑形影像變到農作生產履歷，台灣咪做定用來聽數友善生產認證。我们是一间台湾公司，那我们也是在台湾生产所谓的缩时摄影相机，但事实上呢，我们的运用跟产品其实是从国外开始热门起来，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去年在荷兰这一块，因为荷兰跟台湾一样，都是属于花卉的一个输出大国。那荷兰政府他们其实去年就有看到所谓视觉化生产履历这样的运用，所以其实荷兰很多一些厂商，我们很多客户，他已经开始把缩时摄影导入到他们一个生产履历的一个过程里面。農業或友善土地做對人氣勢一切都舒適，完全唔用化學肥料。今年有成件一隻用透光、透水，一條高分子泡沫拿到日本，同台灣20年無農藥專利。禁用農藥，一條化物質來防病蟲害，係用防治孔，用物理嘅方式來防治，而生態平衡，唔係要破壞生態。我在這個薄膜上面打了數百萬、數千萬、數億萬個的這個病蟲害防治孔。那這個防治孔呢，同時它可以將病蟲害隔離在外面，同時它也可以讓我們的薄膜裡面的蔬菜保持跟空氣流通的一個關係。所以說，因為這樣子，我們可以種出完全不使用農藥的這個有機蔬菜。用台灣科技產業優勢發展起來產業利益，還有車務工廠，頭擺愛去本錢較足，也技術行較好，咪行較普遍。一間業者係國內帶頭品牌其中一類，成為一道企業人客人門，認識當地發展智慧化車務工廠。目前呢，在植物工廠這個產業呢，在台灣呢，在全世界的整個產業舞台裡面呢，是站在一個領導領先的位置啊，因為我們投入植物工廠的這個研發早，然後台灣的工業基礎，台灣的光學、LED 光學，台灣的自動化、機械、電機、資工、資訊工程，這個產業的基礎是有很好的基礎。智慧化管理最愛所有嘅風、光線同水都做得自動控制，社會安全標準行較高嘅，效能咪提高。本錢同隻 Q 沙做得廣大，台灣精緻農業要行出去，要意識技術，唔係搶嘅意思，勞動力去生產。在植物工廠裡面有3大成本，一個就是能源成本、人事成本，另外一個就是折舊成本。那因為我們智能化了，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個就是這種我們的能源成本降低的，然後我們的在人事成本方面，我們目前正在研發到機器人的植物工廠，我們已經進入植物工廠的機器人植物工廠的研發。那我們預估呢，在台灣的市場所創造的市場就達到50億，那海外的市場至少呢，就是說這種還會有50倍的成長。同車務工廠嘅發展觀念相像嘅，係用五彩強盛發展沙下客家。陳定陽他家講係台灣五彩強盛帶頭人，佢頭2年前對美國、歐洲一個蔬菜傳入台灣第一套五彩強盛嘅內堂，對無都有。當日就發展咗沙權用針千時行嘅農法，也3年來開始用一隻大規模生產。那我們的魚是養在後面的那個大黑桶裡面。那這個水呢，經過一個簡單的一個沉澱、一個過濾之後，就到我們這個水耕床裡面。然後這水耕床裡面呢，植物其實就是漂浮在這個水上面的，它是沒有用土壤的。五彩強盛原理簡單來講，就用熊嘅水來種菜，自然完全循環利用，也注連種1年長果的香蕉同哈密瓜一啲瓜果類都種得。台灣的技術進步得非常快，其實我們現在一點都不輸給，比如說澳洲甚至美國的這些農場，那也是因為這樣，我們已經有整場輸出到這個大陸的一個經驗啊，那也有一些國外的一些合作的案子也在談啊。
也就是说，台湾其实进步很快，台湾的农业本来就还蛮有竞争力的。台湾精致农业发展建立到一号农业技术同科技的基础上，检测科技的碳水的多，农业最嘅合作，后生人马卡很来食，来改变近来见到些农业人口问题。